大家好，我係江律師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註冊一個商標嘅好處。喺講之前呢，我一定要提出以下一個法理基礎。即使你註唔到一個商標，或者冇註一個商標都好啦，只要你長期使用，你一樣係有權嘅。根據普通法咧，你可以透過仿冒去起訴侵權人。既然唔註一個商標同註咗都冇一樣可以起訴，咁點解需要註冊啊？嗱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以下3個嘅好處啦。第一個好處咧就係，只要你註咗個商標，你只需要揸住一張證書，你就可以證明你嘅權利。喺民事訴訟過程之中，你更加可以透過簡易程序去取勝。嗱，簡易程序咧係俾一啲嘅案件，被告人根本冇答辯嘅理由之下，俾原告人咧一個好快嘅捷徑取勝。如果可以嘅話咧，呢個訴訟唔需要等幾年時間㗎，幾個月就可以完結，就可以攞到禁制令，禁止被告人再繼續使用呢個嘅侵權註冊商標。嗱，第二個好處咧就係侵犯註冊商標咧，唔單止係民事，仲係一個刑事嘅罪行嘅。如果你發現喺網上或者門市有人用咗你嘅註冊商標，你可以投訴去海關，海關會作出調查。如果立案嘅話咧，可能會起訴，起訴可能係刑事罪行，有機會係坐監嘅。咁所以透過海關去執行侵犯註冊商標咧，嗰個影響比起民事咧，可能仲更加嚴肅同埋嚴重嘅。第3個好處咧，就係因為頭先1同2嘅特點啦，好多時只要你出封警告信俾侵權人啊，往往侵權人甚至喺網上嘅平台啊、門市嘅銷售點啊，收到警告信之後咧，佢都費事，亦都唔需要惹禍上身，好快地就將呢個侵權嘅貨品拎起，甚至係以後唔敢賣嘅。所以咧，我哋鼓勵大家，如果你嘅商標有註冊力嘅話咧，就盡量註冊。有機會嘅，我會同大家探討一下點樣註冊一個有訴訟力嘅註冊商標。